如果你好生氣時候故事。有一天，希岳同埋哥哥一齊玩玩具，跟住媽媽問希岳：希岳，你唔沖涼啊？媽媽，點解我沖涼啊？因為你好污糟，我唔想沖涼啊，我好嬲啊。媽媽話：快啲，你要沖涼啊！希岳好大聲話：我唔鍾意沖涼。媽媽話：希岳，你試下控制情緒，我唱一首歌俾你冷靜一下。當你生氣時，試下吸氣呼氣，閉上眼再數到4，吸氣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，你試下唱，OK。當你生氣時，試下吸氣呼氣，閉上眼再數到4，吸氣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。媽媽可唔可以攞玩具魚喺沖涼啊？可以。耶！希岳終於沖涼啦！我哋一齊唱當你生氣時。當你生氣時，試下吸氣呼氣，閉上眼再數到4，吸氣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，試下到你哋唱。吸氣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。訂閱呢個頻道，拜拜。